跟環境部爭取的這個2.5億的計劃呢，其實包含了1.5億的基本輸電線路電網的建置，還有1億的這個充電設備的建置。這個案子因為遍布全台南37區所以在很多地方是從來也沒有充電站進去的位置。那所以對於輸電線路的基礎工程的建置呢，也要仰賴台電的配合。接下來剩下的這個100多處的這個充電站呢，陸陸續續建置完成之後呢，台電送電完成，我們就會來啟用。所有的充電的位置都會在我們台南好停的 APP 來發布，還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網也都有。歡迎所有的這個電動車的車主呢，可以來到台南市，免除他的里程焦慮。全台南市的37區呢，都有它可以充電的位置。這一次我們在台南37個行政區有布建了將近有90座的快充，它涵蓋有180槍的這個充電槍的席次。另外慢充的部分有266座，這也是目前台達在全台灣所布建單一個縣市場域裡面數量最多的一個區域。快充我們大概在15到25分鐘之內，它就可以充飽150公里到250公里這樣的一個里程。已經預約好了，我就直接掃我的 APP， 它就可以拿槍充電。那充完電之後，它直接從我的 APP 去做扣款的动作。不論我們的快充或者是慢充，我們都把金流付費的機制跟充電樁做在一起了。也就是說，我在現场，我如果没有下載 APP， 我一樣可以直接去操作我的面板，操作我的付費機制的一個面板。那我就可以把槍拿起來之後，在上面直接做操作。那充完電之後，直接在這個樁上面做付費的動作，做信用卡扣款的一個動作。快充站就是對車主來講很方便，因為充到你需要到達目的地的時間就非常短。像這裡市政府嘛，你停着沒電的時候，停着的時候去上個廁所再回來，大概休息個10幾分鐘，那電量其實就已經夠大概100多公里，可以讓你繼續去下一站。然後而且電小二的那個 APP 啊，它不只會顯示自家的那個充電站，它還會搜尋附近其他家的充電站。對電車的車主來說，我覺得很方便。快充的部分對車主來講就不會有里程焦慮了。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進步，大家掌聲鼓勵喝彩。我們第一批建置的超高壓350 kW 快充電樁，那這個350 kW 大概多快呢？平均300公里的續航力的話，大概只要10分鐘就可以充飽了。比起慢充，有時候20 kW 或是更小，可能要充8個小時才会充滿。這真的是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時間。尤其電動車之所以有些人還在會有里程焦慮，就是說它的充電樁並沒有那麼普及。那有碰到充電樁一充起來，也要間隔很久才能夠充到一個可行駛的里程。因此呢，這個高壓跟超高壓的充電樁是未來的這個電動車發展的趨勢。因此呢，我們也積極在布建高壓跟超高壓的充電樁。那今天就是為各位展示我們跟台達電合作那所設置的這個超壓充電樁，未來也會逐步把高壓充電樁普及到許多景點，或會讓市民朋友們跟外來的觀光客會有里程焦慮的地方。那凡是這個車輛移動比較頻繁的地區，都要以這個高壓跟超高壓的充電樁為準，避免說車輛久占這個車位哈。那我們要增加車輛的流通性，那就是要讓民眾不會耽擱民眾的時間，也耽擱停車位的時間。所以我們未来的高壓跟超壓是為了台南市政府布置充電樁的方向。叫開紅布孔廟的大聖殿頂頭，閣加了一塊邊野，是總統賴清德所致敬的川流敦化。有教婦類栽培一代，閣一代人才，那親像川流不息一般啦。那另外所謂敦化兩字啊，是講孔子公開始，這些年來，包括咱台灣的教育，攏以仁德敦孝的精神的教育。
台南孔廟是對1669年創建，台灣上早孔廟，互看做是文化甲教育的發源地，嘛是台南文化首都地位的精神核心。歷代皇帝甲歷任總統題贈的匾額，攏佇遮完整保存。如今閣添偌清德的川流敦化，8位皇帝甲8位總統的16塊匾額擺做伙，形成罕見的國家級文化景觀。象徵着讓台南的教育、台灣的教育能夠更得到彰顯，期待未來孔廟不僅在精神上引領台灣的教育發展，在實質上也是希望讓更多的學子體現我們這個教育的工作的重要。賴清德28號轉來到台南，甲鄉親見面，除了到孔廟獻匾，嘛前往聖母廟參拜，上香祈福，感謝媽祖對台灣的庇佑。隨後到主菜保生大帝的歸仁仁壽宮，替新建的文物展示關卡牌。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因為生活拼命，我來健康地。天也未光，漁民朋友無用的整理漁獲，不管天氣如何，也是愛拼命討生活。陳廷輝第二期競選影片28日正式唱動，影片中伊親自行入漁塭，坐上漁船，甲民眾做伙，希望以無同款的視角傳達陳廷輝永遠挺你到底。用一個不一樣的視角，我們走入漁村。而且，這個漁村，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呀，咱的鄉親的開始無用，我們呀，因的開始在打拼，所以咱哩透早菜市啊，看到的蚵仔，看到的沙巴魚，攏是因辛辛苦苦佇半暝啊，就咧甲人無共款誒。做工課來打拼。陳廷輝表示，從政27黨以來，不論是農業、漁業、弱勢家庭，也或是地方建設，伊的原則始終一致。無這27黨的經驗累積，是無法度甲人民有這款的互動。你沒有27年的累積經驗，你是沒有辦法跟人民有這樣的互動。所以表示，廷輝不是選舉才做這些事，是27年來一直都在做這些事。我們希望，我們未來台南市的市長是一個有溫度，可以讓人民有信任，可以讓人民有依靠。陳廷輝講，台南的每一份犧牲背後，攏是真實的人生故事。伊希望市民會當為影片當中看見，咱的城市達到一個真正經歷人民生活的市場。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台南總鋪師四季辦桌經過前3季的舉辦，已經成功打出城市的品牌。今年最後一場冬季向前東廠，將要在12月13日在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來登場，呈現一冬四季上具代表性的風土佳肴。台南四季辦桌季季精彩，場場熱鬧，歡迎大家一起來，在12月13日。能夠迎接我們冬季場的台南四季辦桌，那地點是在非常好的有山非常好的這個山上水道博物館，那有美景，有美食，還有許許多多難忘的風土人情味，所以歡迎您能夠來參加。四季辦桌已經打出品牌，而且這個 CP 值最高，而且料理最好，所以呢，我相信一定是秒殺。上一次秋季場我們2分39秒100桌就賣完了。那冬季場相信一定更加熱鬧，因為冬天食補或者是大家都喜歡吃，非常好吃又非常溫暖的，所以在山上水道博物館12月13日歡迎你來哦。市府觀光旅遊局表示，冬季場是今年的壓軸，上具代表性的年度盛宴，結合當年的食補概念，將推出溫補和美味的料理，預計將再次引起搶買的熱潮。另外，在活動宣傳記者會中，市府嘛特別頒獎表揚今年台南米其林指南得獎的店家，總共有61間，包括必比登推薦的有30間，入選的餐廳有31間。
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河通文化藝術基金會長期推動專齡化的服務，自2022年，甲着文化局桂林文化中心的合作，開辦樂齡藝術的課程。今年已經邁入第3檔。上午佇桂林文化中心來舉辦新歌展，唔定展出學員的作品。另外，還佫邀請桂林7家社區，甲着2家思潮社區共同來參與，展現中者的創作熱情，甲着活力。文化局跟河東文化藝術基金會一直有長期的一個藝術的一個工作的合作。那我們從幼兒的一個畫畫到青少年的街舞，一直到我們這一次在歸仁文化中心的樂齡創作的部分，那這個計劃已經執行到第3年。那我們都知道歸仁文化中心是我們新豐區很重要的一個文化場域。那透過這個樂齡課程，可以提供長輩一個藝術學習的機會。那除了我們有這次的成果之外，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概念，這樣的一個基地的成果，能夠往外擴散到整個大新豐地區，那能夠讓我們在一個文化場馆的能量能夠更擴散。那我想藝術的種子永遠都是必須是長期的工作，那一年一年的累積，我們相信能夠帶給我們大新豐地區在藝術的一個推動上面有更好的一個成效。市府文化局除了感謝河東文化藝術基金會長期的支持，以及中英大學美術系主任，甲着教授精心的課程安排，讓成果一檔比一檔豐富，唔定豐富長者的創齡生活，嘛成功來行入社區。這次的成果展覽呢，有百納貝的展覽，歡迎大家一起到歸仁文化中心來看看他們充滿活力的，還有一些不同文化的構想，不同藝術的一些潛能激發出來，非常的美麗。那另外一幅呢是比較特別的大型的萬家燈火的一個作品，也非常的美麗。然後把每個人不同的氣質呢、文化的構想或者藝術的構想呢，都特別的激發出來。那除此以外，還有小型的一些雕塑。那我非常感謝。那雖然現在呢，只是在台南社區作為創齡的活動，但是我相信未來呢，我們可以結合全省的、全國的樂齡創齡的活動。這屆新歌展將學員甲着社區的作品同齊來展示。作品兼具多元甲着創意，類型包含有平面、複合媒材、立體甲着共創裝置創作等，總共大約有300多件的作品。展期對今日起到12月21日，佇個桂林文化中心第2畫廊來展出，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到場來參觀。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畫面中看到是由桂林區農會家政班成員甲幼稚園小朋友早來演出。華山經會桂林一停駛站為了感謝各界支持，佇桂林區農會舉辦17周年感恩大會，邀請30位服務長輩做伙參加。一路走來，非常感謝在地的善事啊、義工，還有我們的新豐高中啊、歸仁國中學校的支持，讓我們呢可以跟學校、還有在地以及我們社區的長輩啊有非常好的互動。那我們歸仁站呢，一直以來都是靠愛心善事呢，一點一滴的累積，還有我們義工啊，很多大大小小活動會協助我們。那所以呢，在社區服務上，希望很多人可以加入我們，不管是在善款啊，或是義工人力的募集，我們都非常需要大家的共襄盛舉。現場冇安排義診甲推拿的服務，讓長輩輕鬆一下，並邀請到立教中心老師，傳領長輩做健康操，活動筋骨，在歡樂氣氛當中輕鬆學習健康運動。
那我們非常高興的邀請到義檢跟推拿的老師來為我們長輩服務，還有今天我們邀請到那個85樂活日間照顧中心的老師來帶着我們長輩坐着練習那個坐着也可以動的體適能律動操，讓長輩平時在家裡也可以健康樂活的動動身體，然後可以讓自己呢可以身心舒暢，也可以伸展筋骨。創立17棟的華山歸零驛站，將會繼續守護並陪伴長輩好啊生活。目前，華山基金會也推動愛老人愛團圓公益活動，基金會邀請各界做伙用行動支持長輩。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在楊梅故事園區的巷弄間，一棟白牆綠窗的老房子被綠意包圍，這裡就是當地人口中的小白宮。前身是楊梅國中校長張芳杰與教職員的宿舍，完整保留民國50年代的建築氛圍，如今成了充滿咖啡香與甜點味的文青角落。經營者江婕妤原本是店裡員工，看到標案到期不忍空下，便主動向政府承租接手。他笑說很喜歡這邊的環境，也想把自己學的烘焙帶回楊梅。他們跟政府的標案已經結束了，然後我就覺得這邊如果咖啡廳結束掉的話很可惜，所以我就去跟政府把这間標下來，然後繼續承租下去這樣。對，我喜歡這邊的環境，這邊環境讓人覺得很舒服。因為楊梅甜點其實蠻少的，所以就想說有這麼好的地方，那就把自己的甜點拿出來給楊梅的人分享這樣。從高中念餐飲到大學主修烘焙，江婕妤一路走來都與甜點為伍。他堅持使用在地食材，例如用臨近茶農的茶葉，在地青年烘焙的咖啡豆，希望讓地方味成為店裡靈魂。布丁生乳卷包含裡面的布丁，就是都是自己手工去調配的，然後做出來的布丁。然後巧克力的話，就是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吃太甜的甜點，所以我們就直接用72%巧克力，就不再額外加糖，直接下去做。然後肉桂卷的話，也都是我們自己去下去做的麵包體。肉桂粉也是有2種肉桂粉調配出來，就是變得不會這麼辣，但是還是會有濃濃的肉桂味這樣。在江婕妤持續努力經營下，如今的小白宮不只是咖啡廳，更成了在地人喝咖啡、聊天的生活空間。附近的鄰居們或者是周圍的楊梅，其實都蠻喜歡這邊的，然後也會常常跑來跟我聊天啊，或者是來喝喝咖啡這樣。所以其實他們人都真的還不錯。因為我奶奶家就在附近，所以我就跑過來吃。我覺得它的肉桂卷蠻香的，然後呢，吃起來不會有種辣喉嚨的這種感覺。其實我蠻挑肉桂卷的，我不喜歡會辣喉嚨的，但是它的肉桂卷就是調配的很好。整體環境我覺得是被樹還有一些書香包圍，我覺得很讚。受顧客喜愛的肉桂卷香氣柔和，巧克力蛋糕濃郁而不膩，搭配屋內特殊的歷史文藝氣息，讓人一待就不想離開。這棟小白宮不只是咖啡館，更是藏在歲月裡的一份溫柔記憶，讓甜點香氣與人情味一起，在飄香的咖啡味裡繼續書寫屬於楊梅的故事。記者李承浩桃園採訪報道。高雄博愛一路的停車帶保護自行車標線繼續擴大延伸到整個路段，借由將停車格向外推，增設專用的自行車道，讓停車車輛可以保護腳踏車騎士，也讓行人、單車以及汽機車可以明確分流。不少民眾看了都覺得這個設計相當不錯。我覺得還不錯啊，就是車流分離這樣，然後又不會占到人行道。我覺得還不錯，蠻安全的啊，至少腳踏車不會騎在人行道。就是跟人這樣子，有時候像從那邊走過來，可能就容易被撞到。交通局表示，由於博愛路在敲除分隔島後，3車道變成4車道，路幅變寬，使得車速加快，事故風險也隨之增加。因此，交通局才選擇劃設停車保護帶，讓博愛一路回歸到3條車道，借此避免駕駛超速，也保障單車騎士與行人的安全。那這一次我們借着道路重鋪的一個機會呢，跟公務局這邊合作把這個新型的這個荷蘭式的自行車道布設在這個路側這邊那可以達到說車道一個瘦身的效果
那上下游的車道數就會達到一致，都是3個車道。那3個車道一致之後就減少了許多路口的衝突。不過有民眾擔憂，雖然已經有預留空間，但腳踏車與停車格的距離還是有些近。假如有汽車乘客下車，車門就可能會撞上自行車騎士，因此也呼籲汽機車在停車時，可能還需要多加注意周邊情況。你看這邊就是汽車格，然後如果有腳踏車騎過來，沒有注意到開門，可能就會不小心掉下去了。對，這個可能就是坐副駕這一邊他們需要去小心的部分啊，就是開車門前還是留意一下，說旁邊有沒有，例如說路人啊，還是腳踏車經過。我們騎車人也要注意，如果有發現有人進去。要看遠一點。那並且這個我們也注意到說，讓這個停車格跟自行車道之間有適當的區隔，讓這個行人跟慢車跟路邊停車都互相之間有一個保護的作用。交通局指出，博愛一路的路型改造已經快要完成，目前還有石泉一路到博仁街的南向路段需要劃設。這項停車帶保護自行車的標線，從今年年初開始試辦，就曾經引發了不同意見討論。雖然民眾表示已經逐漸習慣了，不過如何讓用路人適應新的標線設計，仍然是市府需要持續面對的新課題。記者蘇安君高雄報道。展區以花卉走入生活為主軸，布置蝴蝶蘭、火鶴、洋桔梗與觀葉植物，並提供花卉應用展示、互動裝置及購花資訊，讓通勤路段化身幸福花道。還有假日限定活動，民眾可以透過遊戲追蹤花卉資訊，學習蘭花養護技巧，親身體驗花卉訓練師的樂趣。在北中南都有一些節點的交通節點的活動，高雄的捷運，還有高鐵，台中的高鐵跟捷運，甚至在這裡，都有一些，我們可以很多的布置，示範性的布置，可以開拓我們未來的多元化的市場。大家能夠除了可以欣賞到花，也可以幫忙一下購買一些花，並成為我們花卉訓練家。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認識到很多台灣的優秀的品種，蘭花產業會在這一波衝擊之下，可以建築一個厚實的一個門檻，就像山一樣的穩健。我們希望說，我們蘭花也可以成為我們產業的另外一個護國神山。面對美國關稅帶來衝擊，農糧署除了結合高人流場域擴大行銷外，也同步推動新興通路、花卉啟蒙課程及國際花展，以多元策略帶動內需，並積極協助業者拓展多國市場，讓國產花卉在國內外都能持續綻放競爭力。這邊走過來看，硬邦邦的，但是來到這個場域裡面，我們就馬上可以發現說，很舒緩，很舒壓，很療癒，很慢活，這是我們要的。那我們這個活動就是要把外銷的部分，除了多元的行銷市場，那內銷的部分我們也要把它擴大到國內的消費，每個家庭都有花，就像日本一樣，我們要挺過這個關稅貿易。其實我們要用正面看待了，危機就是轉機。那或許因為這個關稅，我們用我們的技術，我們用我們的高品質的花卉，我們可以另外創造一片不一樣的那個外銷市場。活動自11月6號到12月28號接力展出9場，農糧署期盼透過布展與教育推廣，讓更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親近花卉、使用花卉，以實際行動支持國產花卉。記者林希慧台北報道。銀髮模特兒自信地走向伸展台，身上穿的藍藍服裝全是他們親手設計制作。重用影藝科技大學舉辦第2屆銀髮綠時尚走秀，讓長者成為最亮眼的主角。我們這次把染染的部分從之前的配飾到更深入的服裝，那甚至到一些我們可能導入一些扎染的技巧。那我們這次也納入了客家委員會，還有基隆社區大學，那我們讓這次的活動變得更加豐富。活動結合社區大學、大金休閒農場與重幼科大，從設計到染布，長者一步步將舊衣重生，成為獨特的染染作品。
結合崇右的樂齡學生，把他們過去穿的非常時尚豪華的衣服舊衣重生，讓樂齡的學生呢可以在染手作，配合陽光、空氣、含水，在手作的過程中，他們都可以非常的開心。在已經超高齡社會的基隆，這樣的一些活動啊，其實可以更多的舉辦，讓我們銀髮長輩哈能夠在這樣的一些舞台。不輸給所有的年輕人啊！走秀現場還融入了多元文化元素，有客家鼓表演，也有重現基隆礦工歷史的主題演出。長者們身穿自制藍染服裝，展現十足的活力。我們還有帶上我們同鄉會的大鼓，學員們呢都學得很高興，然後每一件衣服都很漂亮。我們都染了很多自己喜愛的作品。那每一個作品都不同，每個人都是滿心的歡喜。那這一次呢，讓我們有機會能夠跟大金農場一起表演這一次的春夏秋冬。樂齡的人是有年紀的，但是呢，我們依然活得很快樂。戲劇很重要，就是说呈現以前基隆的这個重大產業啊，煤礦這個產業啊，讓大家記起說我們的前輩這個礦業的整個生活一天的生活的脈絡。這個活動也可以帶動屬於暖暖大金的地方創生以及發展。很邀請大家，我們到了明年還有第3屆、第4屆，邀請大家一起來現場，一起來看我們每一位長輩的自信美，還有我們大金藍染非常美的創作。在超高齡社會，基隆用綠時尚走秀，讓銀髮長者重拾自信，也讓永續美學與世代融合，在伸展台上綻放光芒。大金走秀讚不讚？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阿媽你好，我是來給你送小紅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讓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投資型詐騙，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事實上，這類型的詐騙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吸引被害人上當，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隨即捲款而逃，千萬別上當啊！輕鬆致富多陷阱，腳踏實地最實在。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讓有溫度的協商盡可能取代全有全無的判決。調解納入選項，3贏不是想象。濃煙是火場內的頭號殺手，
我們用1:1打造居家的實驗屋，用2間房間來做對比的實驗，一間門是開着，一間關上門。如果已經看到濃煙，關好門，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選擇。發現火災時，當你看到濃煙了，請盡速將房門關上。很棒，單光隨手關燈還不夠，換裝 LED 燈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電，清潔濾網可以再省18冷氣用電。